Hello， 姐姐你好。Hello， 你好，先生。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Lismiati。你今年幾多歲啊？我今年45歲。結咗婚未？結咗啦。有冇小朋友啊？有，我有兩個。有兩個，係咪兩個仔啊？唔係啦，一個仔一個女啊。哦，一個仔一個女。哦，好啊。咁你嚟香港做嘢呢？邊個幫你照顧你嘅小朋友啊？我老公。你老公啊？哦，姐姐啊，你之前呢係咪都有喺香港同台灣有做過啊？係咪？係。喺香港做咗幾多年啊？喺香港做咗8年，不過以前做6年，跟住返屋企，喺屋企10年，再喺香港2年，再做返屋企咯。哦，明白明白，即係中間喺香港第一次嚟香港做咗4年或者係做咗6年係咪？係。跟住翻咗去印尼，跟住就後尾又嚟香港做咗2年咁樣。係。哦，明白明白，好啊。咁我想知道咧，你中唔中意照顧老人家啊？中意。中意啊！如果我有老闆喺香港咧，要請姐姐嚟照顧屋企有公公婆婆嘅，咁公公婆婆咧有陣時都健康可以行得食得嘅，咁即係自己可以自理啦咁樣咯。不過因為年紀大啦，咁可能有時咧出街可能會慢慢行，或者有需要嘅話咧，需要幫手推輪椅咁樣，你得唔得㗎？得啊，先生。可以啊。咁另外咧就老人家可能都有機會要去醫院覆診啊嗰啲咧，你要陪佢哋去醫院覆診嗰啲都好都 OK 係咪？OK， 先生，可以嘅，可以。可以啊 ，OK， 好。咁另外咧，你要自己去街市買餸煮飯嗰啲識唔識㗎？識啊，好，非常好。嗱咁樣啦，因為你知啦，照顧老人家有時都會有機會，可能老人家手腳咧中意姐姐幫手按摩啊咁樣啦。你係咪都可以啊？可以啊，好，非常好。OK 咁同埋咧可能照顧老人家有時咧冇自己房㗎，你冇自己房咁樣咯，要喺廳嗰度瞓啊，或者同婆婆一間房咁樣，係咪你都可以接受㗎？做屋企先冇問題啦。都冇問題，好，非常好。嗱，另外最後一個問題，星期日有時唔放假，老闆俾錢你咁樣得唔得啊？得，可以。都得啊，可以啊，好，非常好。咁你如果再嚟香港咧，你準備做幾耐啊？我要做4年到6年。4年到6年都得嘅。非常好，好啊！咁我會將呢個短片咧，我 send 俾老闆睇下先。咁如果老闆有興趣咧，我再同你約時間，好冇？唔該晒，姐姐，好，拜拜。